不过，你要去找那个南宫琉璃啊，还得我陪着你去，不然你自己去啊，肯定要吃亏的。嗯，奶奶最好了。这孩子，进来。有事啊？顾总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想提前回去。好，不舒服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还有安安在呢，正好我也要出去一趟。哎，顾总，那天那个跌倒的清洁工他怎么样了？他没事了。你们认识吗？哦，不认识，就是总觉得他对我有点敌意，所以记住了。没事就好，都是公司员工，我怕影响公司。没事的，放心吧。锦溪，锦溪，还没回来。哦，方叔，锦溪呢？啊，少夫人和老夫人一块儿出去了。一块儿出去？去哪儿了？少夫人说要找别人谈话，老夫人不放心，陪着一块儿去了。什么人让奶奶这么重视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少爷。顾老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请进。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倒杯咖啡。行了，不麻烦了。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件事儿的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南宫琉璃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当初西城在你们两个人之间，他选择了锦溪做妻子，你输给了锦溪，结果你就想方設法地进入了神龙集团，還當上了西城身邊的助理。你是個什麼樣的心理，我就不說了。可是你卻對我們顧家的媳婦兒做出那樣的事情來，你什麼意思啊？你是想誠心把他給害死啊？我沒有，老夫人，我承認我是喜歡西城，可是我並沒有對賀錦熙做什麼，這裡面肯定有誤會。誤會？哼，你以為你做出的那些神不知鬼不覺的事情沒有人知道啊？以為我們顧家拿不出證據來是吧？南宮琉璃，我已經跟奶奶說過了，以前的事就過去了，我沒什麼事也不想去追究。只是你能不能答應我，不要再糾纏顧西城了？畢竟我們兩個人已經結婚了，你這麼做是在破壞我們倆的感情。肯定是賀錦熙誤會了我跟南宮琉璃之間的關係，所以找人家麻煩去了。喲，吃醋了？你說這女人怎麼這麼會吃醋啊？吃醋是好事啊，說明人家在乎你、愛你，不能沒有你，想要你。行了，不跟你說了，我聽說我奶奶都去了，我得趕緊趕過去，完事再聊，拜拜。老夫人，賀小姐，我知道是我的錯，可是我真的喜歡西城，我求求你們，不要讓我離開他。胡鬧，傷風敗俗。奶奶，奶奶你別生氣啊，我們倆來之前說好了，對不對？嗯。顧老夫人，上次選拔就是個笑話，西城根本不了解我們。我希望你能夠再給我一次機會。再給你一次機會？奶奶，南宮琉璃，
你何必執迷不悟呢？只要答應我，你離開神龍集團，以後不再糾纏顧西城，之前所有的事兒，我都願意既往不咎。顾老夫人，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不要让我離開西城，是我錯了，我知道是我錯了，可是我真的喜歡他，我求求你了，顧老夫人。你是個什麼東西啊？你喜歡西城，西城就一定會喜歡你啊？我告訴你，這次要不是錦溪給你求情啊，你是個什麼樣的下場，你心裡最清楚。顧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您給我一次機會，我一定證明我自己比他強。南宮琉璃，你人長得這麼漂亮，又有能力，幹嘛非要纏着顧西城不放呢？你這麼做不會有好結果的。何小姐，我知道我錯了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請你不要讓我離開西城，我求求你了，是我的錯。南宮琉璃，你不要這樣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樣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哎呀，对不起！哎，你幹什麼呀？你放開我！放開我！你放開我！你太過分了！住手！贺锦熙，你在幹什麼？西城，你怎麼來了？奶奶，這裡沒有誤會，您就別在這添亂了。我添什麼亂呢？實話告訴你們吧，這件事是我故意的，跟南宮沒有關係，你們都誤會他了。還有你，你怎麼能動手打人呢？這跟潑婦有什麼區別？顧西城，你怎麼不分青紅皂白就罵人呢？我不分青紅皂白，我只看到你在這欺負人，太讓我失望了。走。顧西城，你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奶奶，好了好了，這事兒啊，肯定是他誤會了。走吧，咱們先回去，回家跟他解釋清楚啊！走走走，別氣別氣，咱們先走。南宮，今天晚上你就在這兒休息，有什麼事兒明天再說。謝謝顧總。對了，公司那個清潔工的身份你應該知道了吧？她是我的妻子賀錦熙，她今天來找你，可能是有些誤會。不過你放心，回去我會跟她解釋清楚。顧總，今天要不要留下來？顧總，我喜歡你，我愛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南宮，南宮，你冷靜點，我對你沒意思。我不信，你要對我沒意思，為什麼提拔我為你的特助？你要真對我沒意思，為什麼你對別人都不笑，卻對我這麼親切？我知道了，是我錯了，我讓你誤會了。不過我。